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iki。今集咧係帶大家咧嚟睇一個咧由人行打造出嚟嘅超靚嘅一個社區，就係河濱花園啦。嗱，人行出品就必屬佳品啦，大家都知道佢嘅一個樓盤咧係打造得非常之靚仔嘅。但係咧，依家只需要2萬蚊嘅首期就可以買得到精裝現樓啦，而且仲要送埋你產權車位，送埋你6個月嘅月供補貼，仲要送埋你契稅補貼添。你話係咪非常之好呢？而且咧喺翻呢一個樓盤啦，就呢個1分鐘行過嚟對面咧就有住2萬平方嘅大型商業體，就係呢個大德世貿廣場啦。喺翻呢邊嘅話咧，基本上嘅吃喝玩樂都可以滿足得到你噶啦。仲未止喎，喺翻呢邊咧仲有一個輕軌上蓋物業嚟嘅添喎。究竟喺邊度？我而家即刻帶你哋去睇。重磅福利來襲，揾我哋成功買樓即送價值68,888嘅28件套全屋家私大禮包，再附贈驗收樓服務。立即報名睇樓團，實地考察你嘅心水樓盤，當日往返2日1夜 ，VIP 私人定制專屬行程，3條路線任你揀，全港專車包接送。立即撥打屏幕上方嘅電話聯繫我哋啦！就係呢個珠海北站嘅輕軌上蓋物業啦。嗱，從呢個珠海北站啦行路翻去我哋啱先嗰個樓盤人行河濱花園啊，都只不過係5分鐘就可以行過去啦。所以咧，整體嘅交通係非常之方便嘅。而且咧，從珠海拱北站搭呢個輕軌嚟到珠海北站，大概都係10分鐘左右嘅啫。咁所以對於港澳朋友仔嚟計嘅話咧，當你出關過到嚟呢個位置嘅話咧，咁計埋行路嘅時間都係15分鐘，你就可以翻到屋苑噶啦。所以咧，係交通上面係非常之便捷噶。仲有咧，你從呢個珠海北站咧就可以大概40分鐘左右咧就可以直達呢個廣州南站嘅。咁佢係全國最大嘅一個交通樞紐嚟噶啦，所以到時咧就可以暢達全國啦，可以到處去旅遊啦。咁所以咧呢個咧係一個商場配套又夠齊全，同埋呢一個交通咧又係一個輕軌上蓋物業嚟噶。嗱，跟住嚟咧帶大家咧去睇翻咧成個屋苑嘅一個模樣，睇下人行出品係點樣嘅佳品。嗱，交通靚仔，配套齊全啦。咁啱先亦都同大家講到啦，人行出品就必屬佳品嘅。所以咧喺翻呢一個園林打造方面咧，大家都有目共睹啊嚇！成個園林咧亦都係非常之舒適寫意、好舒服嘅一個景觀啦。而且咧依家賣緊嘅3棟咧望翻落嚟啊，正就係以整個園林內景為主嘅。咁究竟依家賣緊嘅一啲單位又啱唔啱你心水，同埋個實用性究竟可以去得到有幾多咧？唔使急，而家即刻帶你上實體樓呢邊睇下賣緊嘅單位。嗱，依家上到嚟實體樓嘅呢個位置啦，喺入去睇之前啦，喺呢邊必須要同大家講下啦，順版式樓嘅設計最好咧就可以做到1梯2貨啊，一出 lift 門咧就可以即刻到達自己屋企門口啦，隱私性非常之高。咁啊，正都係因為呢種順版式嘅建築啦，所以咧係可以做到戶戶朝南、南北通透，成個對流作用完全出咗嚟，非常之通風啊嚇！嗱，呢個係86平方嘅一個3房單位嚟嘅。首先入門口嘅呢個玄關位後邊嘅話咧，就做咗2間房嘅。咁啊2間房咧，亦都係非常之方正實用啦，而且大家都可以見得到啦，整體嘅採光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而呢一間房嘅話咧，佢係送到1半嘅面積㗎嚇。從而咧提升翻非常之大嘅一個實用率喺翻度嘅。嗱，呢邊咧就係餐客廳一體啦，你睇下成個空間係咪非常之開闊咧？嗱，呢度仲有一個獨立嘅廚房嘅，可以做到個 U 型設計。咁你哋見得到嘅硬裝咧都係呢一個交樓標準嚟㗎啦。咁啊再過翻嚟呢邊嘅話咧，就有呢一個洗手間嘅位置啦，同埋呢一個主人房喺翻呢邊嘅。咁當然咁近嘅情況下，亦都係可以做翻個套廁使用㗎嚇，所以係非常之人性化㗎。諗下呢一個成個客廳嘅話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大，出邊仲有個好大嘅露台啊！咁依家賣緊嘅3棟嘅位置嘅話咧，佢基本上係會以翻整體嘅呢個園林內景作為呢一個景觀視野嘅。咁呢個86嘅話咧，同樣都可以做到2萬蚊嘅首期，月供嘅話大概喺5000到6000左右啦，就可以買得到精裝現樓，即買即辦即啦。咁當然仲有另外一個會嘅，帶你哋過去睇埋。嗱，跟住嚟我哋睇呢個咧就係95平方，仲有3房2廁嘅單位嚟嘅。嗱，入門口嘅位置嘅話咧，左手邊首先就嚟一個獨立嘅廚房先啦，L 字型嘅設計啦，咁啊
硬裝咧都係呢一個最基本嘅交樓標準嚟㗎啦。繼而過翻嚟嘅話咧就係餐客廳一體嘅，咁呢個95平方咧係做咗一種飛機戶型㗎嚇，減少咗呢個過渡位咧，從而提高翻整體嘅實用性嘅。嗱，先嚟睇下呢邊有2間嘅客房啦。嗱，呢間客房嘅話咧，整體個採光就會更加好啦，而且咧面積亦都係比較大嘅，方正實用㗎。過翻嚟呢間房雖然細翻啲，但係嘅話咧，佢有一半嘅面積都係送㗎嚇。嗱，過翻嚟呢邊嘅話咧，就會有呢一個洗手間嘅位置啦，同埋呢一個主人房嘅。嗱，主人房咧亦都係帶有套廁嘅一個設計嚟㗎嚇。咁所以嘅話咧，主人房嘅呢一個整體嘅享受咧就會高翻好多啦。而且嘅話咧，主人房啊亦都係有帶有衣帽間嘅，咁所以嘅話咧，房間啊只需要擺翻呢一個米八床就可以做到3邊落床㗎啦。嗱，咁啊過翻嚟呢邊咧就係超大嘅客廳啦，客廳出翻就係一個好大嘅露台啦。咁我哋依家咧係位於呢一個2棟嘅位置嚟嘅，2棟咧就已經賣晒㗎啦。咁依家賣緊3棟嘅，3棟同樣地都係賣緊呢2種面積，到時望翻出去嘅話咧都係會以翻呢一個園林內景為主，作為呢一個景觀視野嘅。喺呢度必須要同大家講翻嘅就係咧，其實喺翻呢一個樓盤河濱花園呢度啊，交通方面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嗱，啱先啊帶大家睇咗呢一個戴德世貿廣場啦，咁其實就喺樓下，真係落個樓行過對面，講緊1-2分鐘行路1-2分鐘嘅事。但係你又知唔知道交通究竟有幾咁便利啊？講緊係行路5分鐘就可以去到後邊嘅珠海北站，從珠海北站再搭輕軌去翻一個珠海拱北站咧，咁講緊都係10分鐘嘅啫，非常之近嘅一個距離啊！大概係40分鐘左右咧，你就可以直接去到廣州南站。咁廣州南站係全國最大嘅呢個交通樞紐嚟㗎，所以到時咧你想暢享全國都完全冇問題啦。所以喺翻交通同埋配套呢方面，你又覺得係咪非常之靚仔咧？哇！最靚仔咧，講到尾都係呢度啊，2萬蚊嘅首期，而且咧仲送咗你半年嘅6個月嘅月供補貼，仲有1個點嘅契稅補貼，不特止，仲要送埋你呢一個產權車位添喎，係咪非常之正咧？而且揾我買樓，我仲會送翻俾你全屋嘅家私電器，係價值68,888嘅28件套大禮包啊！千祈唔好走機啦！好啦，想了解更加多嘅資料嘅話，就歡迎撥打屏幕上方嘅電話，快啲揾我帶你過嚟睇樓啦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